落下来，像未签的文件，每一步都被模糊盖着。街道学会不提问，太方向被允许消失，终身没有时间来源，却要求全体低头。空白被称为安全，答案被称为风险。玻璃墙后的目光被刀更快，语言被切成碎片，只剩语气存活。天平不再需要重量，只需要倾斜。层层站的台子被迫微不合时宜。击碎重复正确动作，从被归类为情绪，齿轮被撕了，因为没有人负责。直到被压缩成歌词，训练赛局主就要先卡在缓冲区，等待更新。木山是没有人鼓掌，地面仍然是冷，所有证言消失，但还记得。才雨露在空气里，没有落款，只有身体。